恁着学罗耶和华，耶和华的罗卜啊，恁着学罗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罗，对即时到永远，对你出甲你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罗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遮咱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请起立，圣诗72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圣诗72首。请坐。伫遮咱三甲来祈祷。创造宇宙的主宰，万军的耶和华上帝，主阮感谢俄罗你，阮感谢你，清早互阮同信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你的圣所，敬拜你，唱歌俄罗你。主啊，我要感谢你，过去一礼拜久，你保守阮出入享受你所享受的迄个平安，愿你接纳阮的称谢。主啊，我若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阮常常互家己的无闲来牵绊阮，直到阮无常常为着圣灵教会，为着牧师，为着牧师团，为着小组，为着阮所
参与的团契等等来迫切祈祷。主啊，求你赦免阮，常时阮也恳求你将迄个祈祷的火点倒伫阮的中间，因为双连教会复兴是对祈祷开始的。即时，阮也要为着辛苦病痛的、有咧无闲出差的、出国的、备办考试的，祝阮一一摆咧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医治、保守、祝福因，互因会当享受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我们大大感谢你，因为你亲自带领甲祝福，通过阮蔡牧师的努力，目前阮双连教会有超过200几名的兄弟姊妹有来上装备的课程。主啊，求你亲自来装备阮，互阮双连教会众兄弟姊妹将做你忠实的门徒。主啊，求你信心大大做工伫即个顶面，互阮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受好的装备来做助你好的工，来复兴阮的双连教会。主啊，阮安尼祈祷犹原无够野，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现咧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又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入地市，叫阮脱离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着咱来启用第7篇，启用第7篇第信息后面第9面，我来启各位来引。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是水画像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存心无妄虚假。这个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这个是超找耶和华的族类。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是阴光的王。咱煞接过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33首，耶和华来唱新歌，请起立。
煞接来请新歌队来献诗，因要唱的是无听就无意义。真水的诗歌，若无听就无采工。一切应要归于上帝。伫遮，咱来共读上帝话语，咱来掀开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67面，大语汉译本即沓印毋对，应该是197面。请各位若要看会当看。我用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听是坚忍的、仁慈的，有听就无嫉妒、无自夸、无骄傲、无做无好的事、无自私、无轻易来受气、无记着别人的歹。第二位，咱来看罗马人书12章19至21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48面，大语汉译本第182啊。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12章19至21。朋友啊，毋通为家己来报仇，宁可互上帝受气，
愤怒来替你伸冤，因为圣经讲，主讲伸冤在伫我必要报应。圣经又搁讲，如果你会受得枵，你就互伊食；伊若喙焦，你就互伊啉。你安尼做，会互伊感觉真见效。所以毋通互歹所胜，爱用好来胜迄个歹的。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咱听上帝这话会行的人有福气。即只，咱要来请咱本堂的主任牧师、卓进的牧师来传讲信息。伊的信息是《爱的真谛》的系列第3讲，爱是温足。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讲过，听是恒久忍耐，吼，就是听是够宽容。咱今仔要讲，听是慈悲啊，吼。华语的圣经翻译做听是温足。所以，你感觉讲，咱这系列的讲章实在是太重要，因为伊毋是单单是一种知识，伊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功课。所以，牧师期待大家用心来领受。而且伫咱生活中间不断去操练，互咱的生命哪来哪合伫上帝的心意。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更新甲改变。也互阮每一遍咧领受你的话过程中间，主你着切肯内住伫阮心中的圣心。拍开阮信心的目睭，互阮会当晓悟你话语的奥秘，也伫了解实行的过程中间，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用阮的生命，将你的价值实践出来，来荣耀你，来祝福人。主啊，阮即时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温足吼。台语的圣经翻译做听是慈悲。保罗先生伊安尼讲听是恒久忍耐，搁有温足。台语汉语本是翻译做听是饶宽容，搁慈悲。为什么要安尼讲？因为咱顶回咧分享这个恒久忍耐这个信息的时阵。咱感觉讲恒久忍耐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敢讲这个恒久忍耐、饶宽容，也无够野，成全真正的疼，佮会加上别种物件。当然是安尼，咱爱明白，恒久忍耐是讲饶宽容，只是疼表现的一个部分，伊袂当完全迄个疼，因为疼实在是上帝互咱一个足大的恩赐，也是一个足大的操练的功课，所以听有真侪无共款的性质，这所有的性质来合起来，才会当成全完整的听。所以咱今仔要来学习听的第二个性质，就是听是温足。温足这个字的原文是 Christotes， 这个字一般来讲，伊也当翻译做良善，但是伊的意义非常大，有真侪无共款的意思。咱伫圣经中间看伊捌翻译做慈悲、仁慈、良善、甜蜜，甚至也翻译做慷慨，翻译做大方。所以这个字有真丰富的意义。特别伊伫圣经中间，伫无共款的所在，伊会做无共款的翻译。有几个较特别的所在，无需要大家提醒。伫这路加第5章39节中间，耶稣讲：无有人啉过旧的酒了后，佮想要啉新的酒，伊总是讲旧的酒较好。这个较好的意思是讲，足好啉，足纯足水，的这个酒。这个字就是用咱今日所读的这个温足这个字啊。所以温足这个字，卖当去形容迄个酒的真好、真水的这个味。佮有咱常常读到马太11章的30节，
耶稣讲，我的担好是快，我的担是轻。好，这个华语的圣经翻译做，因为我的恶是容易负的。好，这个容易，好，我的担真容易背，就是这个容易，就是温足啦。好，其实你若看新翻译的台语圣经，伊翻译做适合，因为这个字我们的是讲这个牛咧犁田的时阵爱派一个担。这个担伊若无适合这个牛的身体伊常常这牛咧拖起来真艰苦，拢会磨破伊这后壁这个皮肤。若做了真适合，伊咧犁这个田的过程中间，就真好势所以这个字翻译做适合。其实伊甲温足是相反的字。耶稣用这句话来讲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伊所承受的温足真大真大，所以咱每个人袂感觉有迄个背重重的感觉。所以总共来讲，温足这个字本身是一个真丰富、真美好的字，伊用伫形容一切真水的代志。特别保罗先生常常用温足来形容上帝美好的本性。特别保罗伊用这个字来形容上帝对罪人迄个满有恩典的态度甲行动。譬如讲，咱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伫罗马书第2章第4节，保罗先生讲，也是你表示伊丰富的温足、宽容甲行忍。你毋知影上帝温足是要领你悔改，所以保罗先生用这温足。伊讲上帝用温足来带领咱正罪人来悔改。咱若看以弗所第2章第7节来讲，是要将伊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伊伫基督耶稣内底，咱所施的温足，显互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伫遮保罗先生咧讲，温足是上帝本性。咱顶回有讲这个无快快受气的，讲恒久忍耐，这是上帝本性。相反，温足嘛是上帝本性，也就是讲，上帝不断对罪人的宽容，而且伊毋是干那忍耐宽容，伊搁伫这个宽容的过程中间，受了阻碍的疼。所以因为上帝有这款的本性，咱今日真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咱应该爱学习上帝这款的特质，用温足来宽赦别人。所以咱看见着保罗先生伊安尼讲，伊讲疼是讲忍爱是恒久忍耐，阁有温足。而且忍耐甲温足两个人常常连做伙，但是这两个事要是有无共款的点。咱顶回咧讲这个忍耐是消极讲一个人无受气，面对别人来糟蹋来攻击。这个时阵，伊无虽然有报复的能力，但是伊无要报复，就是伊忍耐，会当忍掉，无生气。这温足的意思搁较进一步。温足是讲，毋是干那忍耐，无报复尔，伊搁积极去用好来赢过歹。不但是忍耐，搁宽赦，搁用仁慈来对待得罪咱的人。所以圣经内教是讲，爱恒久忍耐，以外个积极，爱阁有温足，用温足来对待所有的人，特别是歹款待咱的人。因为上帝就是安尼嘛。无说古节的，大家都真清楚。上帝面对所有的罪人，咱上帝疼咱，但是咱常常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咧忍耐啦，上帝忍耐暂时无生气，无审判咱，互迄个审判的时间延后，伊一直咧忍耐。伊毋是干那忍耐尔，上帝阁有积极的作为，伊差派先知、祭司，规约真济只伟大人物来甲咱苦劝，甚至到落尾，上帝阁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互咱，目的是。伊伫忍耐的这段过程中间，
用温柔对待咱，互咱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希望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咱所有的罪人。所以忍耐就是安那，就是恒久忍耐，搁爱有温柔，因为上帝就是恒久忍耐，搁有温柔的上帝。所以咱来透过这个学习操练，来成全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心意，成全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计划。当然，这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所以牧师今日有3项提醒，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照里面来看，温柔就是宽容温泰对着咱的人。咱知影，咱生命中间有时阵会拄着一寡人，特别常常爱糟蹋咱、爱攻击咱，甚至迫害咱。咱面对这款的对着，咱拢会真生气，对无？咱拢忙赶紧来消灭。那一般人的方式就是安那，伊若歹款待咱，咱嘛用歹去对待伊嘛。伊若来攻击，咱就来报仇。但是咱想看觅，那报仇敢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咱对这电视剧中间，咱就常常看出有真侪电视剧咧表明讲，这个人去用歹款待，去用攻击，然后伊报复，报复了吼，这个人，互咱报复的这个人，可能佫去带佫较侪人来攻击咱，来报复咱。然后咱嘛佫毋甘愿，佫招一群人去来攻击，来报复。到落尾，报来报去，人讲冤冤相报无时了，永远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我来挖一粒目睭，你就挖2粒目睭；我来抬一个耳孔，你就抬12个耳孔，永远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讲，有一个消灭对敌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咩来消灭？就是用温柔来款待伊，用温柔将伊对咱的对敌变成做咱的朋友。当然，这是一个真困难的操练，但是伊是唯一会当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讲：亲爱兄弟，毋通为着家己申冤，宁可互上帝会生气替你申冤。意思讲，申冤是上帝的代志啊，因为圣经有安尼讲嘛，讲申冤在伫我，我得较报应。所以申冤甲报应，这是上帝的代志，无需要咱去做。但是咱爱做的是啥？你对着若枵，就互伊食；伊若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你安尼吼，咱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你安尼行吼，就是将火炭吼贴伫伊的头壳顶。咱想看觅，若火炭贴伫你的头壳顶，你会感觉安怎？你感觉讲哇，足烧啊！佮流汗对无？会感觉足歹势的意思啊。意思讲，当一个人歹款待咱，但是咱用好，伊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用好来款待伊，伊家己会感觉歹势，伊家己会反省讲我都用遐尼歹去攻击这个人，无想到这个人伫我有困难的时阵，竟然阁用遐尼好来款待我，伊会反省啦，伊会反省。所以圣经内讲，你袂当互歹赢过你，反倒当爱用好来赢过歹。检采有人会想讲，牧师啊，你这伫教会讲会使啊？这社会都毋是安尼，这社会遐尼困难，我若好款待我的对敌，若无来消灭若无来讲真正用报复的方式来消灭，安尼有一天伊会起来攻击我，这人无面皮遐尼厚，无可能家己感觉歹势。请大家毋通袂记住，拄则咱有读到这段经文，申冤在伫上帝，报应在伫上帝。有一天的审判，审判的代志是上帝去做，无需要咱烦恼。所以咱只要记得耶稣基督互咱的教示。伊讲，耶稣基督讲，一般的律法是讲安那，爱听你的朋友，怨恨你的对敌嘛。但是我甲恁讲，爱听恁的对敌，而且为着迫害恁的人来祈祷，安尼恁才会当做天父的囝儿甲查某囝。咱若用歹去款待咱的对敌，一般人拢是安尼嘛，连歹人嘛是安尼做。但是耶稣基督要求超过这，咱爱用
好去款待咱的对象，安尼才会当符合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的身份。当然，这是真困难做的代志啊。但是因为困难，所以耶稣基督较要求咱。我试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咱看到这张相片吼，无真清楚吼。咱看到伊是一个少年人，伊叫 Jonathan， 伊是对英国来到咱台湾。伊是受到这个 CWN 的世界传道会差派来台湾的宣教师。伊伫1991年来到台湾，伫新学院教英文一冬的时间，然后就被派到这个屏东大专中心去做服侍工作。因为迄个时期我住伫台南大专中心，所以小可有甲伊接触。捌看过伊几届伊人真温柔，说人真管大真缘投，但是人真温柔真谦卑。伊来台湾主要的工作，因为也未接受完全的神学训练，所以伊是带英文的查经班甲英文班尔，来讲教英文。伊来台湾一段时间了，伊发觉讲，其实伫台湾教英文的外国人真侪啦，所以台湾真正需要毋是一个外国人来教英文，台湾真正需要的是福音。所以伊捌对当时阵甲伊同工的即个吴家林牧师讲，因毋茫讲伫屏东大专的服侍一冬的工作结束了，伊会当转去甲英国的所在继续读神学院，然后正式用宣教师的身份来到台湾，是宣教，毋是教英文。因为伊对台湾的文化真有兴趣，伊嘛真爱台湾这个所在。伫1993年的3月31日，伊照往例，伊往即个德产教会要去教英文班。伊徛倒摆，伫即个路林，突然间有一个后壁有一个啉烧酒醉的人，伫后壁来弄咧。弄了，伊人飞起来，弄到即台车了，拢落落去即个迄个边仔的田花，即个路面甲即田花拢总有2公尺，迄是水田后来伊就泊伫遐3点钟了，较去互发现。伊发现嘛是一个奇迹，就是讲有一对夫妇拄好要停车来替伊的囡仔泡牛奶，要来即村的水倒掉的时阵，行到路边才发现讲，迄田花内底泊一个人，才赶紧拍电话叫救护车来送去病院，但是已经无法度，已经过往去。后来法医去检查，确定讲，伊其实毋是去互车弄死的，弄伫个时阵才昏去尔，伊是去互迄水淹死的。所以意思是讲，若即个弄着的人会当马上落来救起来，来送去病院，可能伊袂发生这死亡的代志。伊的爸爸妈妈对英国接到这个消息了，马上赶来台湾。负责接待伊的这个吴牧师，伊讲伊毋知影对伊解释伊讲伊嘛无法度了解讲为虾米有人啉烧酒醉了，佫会当开车，开车弄着了，佫会当无负责任安尼走去。吴牧师讲伊毋知影用伊解释讲，其实即款的代志常常伫台湾发生。咱想看觅，如果是咱家己的囝，去到别个国家去做服侍，发生即款的代志，咱心肝会安怎想？咱心肝会有遐尔艰苦，有遐尔怨愤，讲为虾米会互即款的代志发生？咱会安怎去看待即个国家的人，甲即个国家款待外国人的款式？但是，伊爸爸妈妈选择下面。因做2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将 Jonathan 安葬伫台湾的屏东，因为因几若届甲 Jonathan 联络的过程中间，因拢会当感触到，即个少年囡仔26岁的少年囡仔，伊遐尼疼台湾即个土地，伊甘愿要用伊一世人的性命献身伫即个所在，所以伊安葬伫屏东的所在。第二项。这个肇事者被判
2当半的徒刑，而且爱赔200万。伊将这200万台票奉献予世界传道会，做对台湾宣教的基金。因为因真清楚，只有福音会当改变这个所在的人。亲爱兄弟姐妹，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因会当做这款的决定？因为因真清楚，用万分无法度解决因心中的问题，只有万分会当为别人带来祝福，也会当互咱心中得到完全的投放。当然，牧师明白，这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那靠咱家己的气力，当然无法度完成。顶回咱咧讲听忍耐是恒久忍耐的时阵，咱已经真侪人感觉真困难。我捌拄着一寡兄弟姊妹讲，牧师你咧讲拢真清楚，但是我做起来真困难。恒久忍耐就遐尼困难，即马搁要用文字来对待歹款待咱的人，当然是搁较困难。所以咱来做一项功课，就是咱来恳求圣神赐落文字的听。因为咱来明白，有时阵咱要听咱亲近的人，可能比较较简单，但是真侪人做起来有困难。顶礼拜，干那叫大家起来揽家己的老母，都有真侪人真困难做会到。所以这需要超人，因为咱平常时太少咧做嘛。听咱亲近的人，可能较简单淡薄；要听咱无认捌的人，可能嘛有可能。咱常常咧接待无认咱青分人嘛。但是要用仁慈来听咱的对着，确实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但是有一件代志，咱会当学习的，就是咱求圣神来帮助咱。因为温主是圣神所结的果子的特性的其中一项。咱拢知圣神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主、良善、信实、温柔、甲准则。所以圣神所结的这粒果子中间有一个性质是温主。所以咱恳求圣神内住伫咱心中的圣神帮助咱、支持咱，互咱有这款的气力。因为咱明白用咱软弱的血气，用咱的人性，无法度完成温主的听。咱只有求圣神帮助咱，互咱愿意用温主来宽赦别人，特别是攻击咱的人。亲爱兄弟姊妹，旧约圣经中间，咱看见着约瑟的故事。约瑟受伊的兄弟的糟蹋，要来害死。到落尾讲无要来害死，来卖互人做奴才。于是有的信仰的圣经学者讲，卖互人做奴才比性命丧失更加艰苦。做奴才是生不如死啊！佮叫卖去埃及。这个过程中间，受到真侪人的歹款待，但是咱看见着约瑟，伊后来甲伊的兄弟见面，伊会当来报复，但是伊无爱，因为伊伫即个过程中间看出上帝伫即个家庭中间的计划，所以伊了解这是上帝计划，所以伊对上帝遐领受大的亏力来赦免。过去歹款待伊的兄弟，互这家伙啊，成做一个圆满的家庭。这家伙啊，嘛伊这家族嘛领受上帝大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毋是咱用咱血气做会到的，咱恳求圣神来帮助咱。最后一点，牧师也要提醒咱，咱咧实践温主的听的时阵，也爱求上帝互咱智慧啊，因为。咱来知，如果若无智慧的温主，有可能转变成做愚妄的付出。因为确实，这世间的人的心受到罪的捆绑甲腐化，有可能人会利用咱的听心来达到伊的目的。所以，咱咧实践咱的温主的过程中间，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咱顶回有讲，恒久忍耐，毋是宽容罪恶；相反，温主也毋是放任罪行。咱咧
实行温主的过程中间，付出温主的疼的过程中间，咱恳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知影安怎做，才会当真正带互歹款待咱的人祝福，也互咱的心无受到万分所捆绑，会当得到疼的讨绑。最后，咱也知影学习温主，确实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但是伫学习的过程、付出的过程中间，真正会当为咱生命带来无共款的影响，是咱会当付出代价来学习的。所以这个时刻，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起来，咱恳求主赏赐咱有温主的疼，来赦免所有歹款待咱的人。如果你心中有背叛，上帝会刺杀咱，你也受到真大的委屈甲攻击，无法度赦免人的事。你恳求上帝赏赐这个温主的疼予你的人，你能将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特别来你祝福。谢主，好，恁举了，咱就当放落来吼，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无愿意互万分过来捆绑阮的性命。阮真清楚，只有透过赦免，只有透过领受你温主的疼来原谅，阮才会当得到真正的讨绑。所以，阮恳求主，你赐了温主的疼，透过圣神的帮助，互阮会当活出充满温主的生命。我毋简单饶宽容，佮有慈悲的心去对待所有对着阮的人，帮助阮学习这款的功课，赏赐阮快乐。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直接咱由愿继续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38首，王我话，那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
侪咧卖奉献的大生，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今仔日头一摆来阮双林教会聚会兄弟姊妹，愿阮双林教会诚做你属灵的家。你若有新朋友，请你伫你座位前的留名卡，请你把你的资料写落来。等下礼拜煞伫10楼贵宾室，互阮来甲你欢迎。等下收奉献的执事，你着将你的资料放在奉献袋内底，互阮来，互牧师来介绍你。咱直接开始来奉献。现在咱三个起立，咱做伙来祈祷。至诚的爸，主，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祝福阮一切顺遂。伫遮，阮将阮淡薄献上，做你圣的路用，求你大大启允阮，互阮众兄弟姊妹来跟缀你。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坐。开始报告进前，咱请基电会的兄弟刘耀仁兄弟来报告分享因做事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多谢教会甲各位兄弟姊妹开放。接纳基电会来遮见证哈。我加入基电会差不多4年的时间吼。我自细汉咧双连大汉的，我蓬莱国小毕业的，才有蓬莱国小的校友无？有吼。我自细汉咧拍铁轨大汉的吼。咧看双连教会50年，然后信主39年，头一遍加入双连教会来。好，所以我想多谢双连教会接受基电会来遮做见证。基电会今年是第118年，就当初自2个兄弟姊妹因为咧旅馆内面要找圣经，做伙来祈祷，发现旅馆内面无圣经，安尼一个事工，到即马就118年。那咧台湾的基电会已经满60年，今年要进入第61年。阮的服侍是踮咧旅馆、军中甲家乐，尤其是家乐，踮咧学校，又或者是踮咧街路仔顶，敬赏圣经，领人归主。因为阮相信，天下间唯一的快乐的来源是啥人？耶和华。上帝，因为伊想出属下耶稣基督到咱遮来，问题是要安怎学习这个唯一的快乐的来源？基团会会员相信圣经，在座每一本拢有吼，圣经是唯一将上帝快乐传予也未识明白耶稣的人唯一的一个方法，上有力量上帝的话语。那基电会到即马，全世界一年赠送圣经赠送出去的将近9000万本，咧台湾一年差不多赠送将近60万本。那这多圣经送出去，有价值有路用无？当然嘛是有路用。足多见证讲，因为足多人，尤其是足多牧师。因为伊就细汉的时阵，还是咧学校的时阵，还是咧军中，还是咧家乐的时阵，因为基电会赠送的圣经，伊读了以后，明白耶稣，要成做牧师。即摆咧台湾服侍的牧师有足多人，参像我本身就有一个见证，迄个见证就是赠送圣经的时阵，符合今仔日牧师咧讲的，人爱有温慈。差不多8个月前吼，阮查某囝咧中原大学读册，要过车路，行路一个查某囡仔，袂晓骑车，袂晓开车，结果行路要过车路的时候，叫弄着。后倒摆一个大四的学生吼，甲弄着的时阵吼，哇！阵来讲哇，拼车，阮查某囝行到咁要死去啊！共我拍电话，迄天我咧办公室咧开会，拍电话阮太太，阮太太紧甲我讲，我阵来讲代志囥的，阵来驶车去。去的时候去急诊接阮查某囝，去学校的教官室讲要谈判啦。人讲谈判讲爱赔偿啦，啥物迄款的。我带阮查某囝到的时阵吼，甲弄着迄个高枪大汉的一个查甫，佮带一个帮手吼，带一个因同学来，平去搁较路。一坐路的时阵，迄歹面相啊，咧看起来吼，我就想讲。阮查某囝放浪，你凭啥物互我歹面相？一开始对方就开嘴，迄意思就是讲吼，恁查某囝过车路无看路，无看前红灯，其实迄个所在根本就无前红灯，反正迄个听起来就是賊较恶人啦。听，有啥物叫做賊较恶人无吼 ？OK， 先声夺人，想要讲看用个较无赔偿无，还是甚至讲爱希望阮遮甲赔偿出去。迄个时阵，我心内就有一个声。我就将我包包内面的基电会圣经摕出来，赠送互伊讲，我这将人世间上好的祝福赠送互你，
你心情先平静来，咱再慢慢来讲。啊，伊阵开始笑，开始放下来。到尾啊，双方签合约书，阮嘛无爱伊的赔偿，伊嘛无爱啦，各自回家去看医生。从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对人好，对人温顺，就比如讲，基督耶稣对咱温顺，用上帝的话语，自然会去感动别人。所以我要踮咧遮恳求5万各位兄弟姊妹，大家用方法来，用一寡支持来支持基甸会的事工。基甸会踮咧旅馆、军中、家乐、学校足侪所在来敬上圣经的时阵，第一个头一个需要各位的奉献。所以我第二堂吼，牧师讲的，我就想讲用一寡话来正做今仔日的结束，就是讲第二堂咧献诗的时阵，迄诗歌有一句讲，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互家己正做别人的祝福。我甲改做，互家己的奉献，正做别人的祝福，以奉献做正做温慈的手段支持基甸会的事工。第二项，请各位为基甸会的事工来祈祷。第三项，我邀请在座的兄弟姊妹加入基甸会，正做基甸会的会员，咱做伙去敬上圣经，引带人归主。多谢教会。咱感谢基甸会遮水的事工，愿各位兄弟姊妹，咱大家来凭你的感动来奉献来支持。报告第二项，本周日的礼拜，就是今仔日中昼12点，在9楼会议室有召开下半年度的事工协调会，请所有的团契、诗班、敬拜团、会长甲书记爱记来参加。集体关怀，咱真毋甘咱本会会友李世军兄弟就是咱李万恒的囝，第5月16安孝主怀，要定伫6月初10拜六上午10点，伫台北市市立第2殡仪馆景阳楼的至善2厅举行立念的礼拜，并且伫东港下晡2点，伫本会10楼举行个别礼拜，请咱兄弟姊妹来关心、来祈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掀开周报第6页，吴伯庄讲义所的消息。5月25，就是本礼拜4暗时7点到9点，由老妇女牧师娘要来分享诚好的题目、自我的熟悉甲成长。目前听范龙长老讲，咱才16名来报名尔，期待各位搁较侪人来学习来成长。其他咱家己来看，直接咱请牧师来介绍新的来宾。大家平安。这时阵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位敬拜兄弟姊妹，遮有几位，第一位是苏怡华小姐，好，这里头前哈，欢迎欢迎。还有对台南东宁教会来的这沈信家执事甲伊的太太专家，欢迎。还有朱金莲小姐，金莲姐好，加好。还有张慧玲律师，好，不要好。欢迎恁来，毋知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位敬拜兄弟姊妹无？好，咱等下结束了，会当去甲贵宾席的所在，互阮搁做进一步的交代。好，多谢。这是咱同心来祈祷。
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圣殿中间敬拜你，领受你话语所带来的快乐。阮恳求主你加添属天的信心甲听心，帮助阮伫生活中间透过实践你的话来领受祝福。阮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有伤心的人，有人失去亲人，有人心神肉体软弱。阮特别恳求主你加添阮快乐，赐了安慰、复原的能力伫阮的中间。特别透过圣神的帮助，互阮会当看透即个世间事，领受你的快乐，来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我也恳求主你持续保守看顾上联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互阮日日进步，日日更新，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上营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